那首先我就跟介绍一下，我叫丹增男主，应该你们那边都有看过啊，就是牡丹的丹，增加的增，东南西北的南，那卓越的卓， Recording in 我叫 progress. 丹增男主。藏文的话是丹增男主，这样写。那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这个课程从零开始，从字母开始教的，就是要大家要就学过的。那我们是从字母开始要教的，那还是来继续上的话忍耐一下，因为我们是从针对从完全没有学过藏文的人从开始要教。那我会这个课程呢，是我一直会带到初期你们都能够写，能够说然后带到中级或者进阶，可以吗？甚至到进阶，反正你们有兴趣的话，我们这个课呢，我一直会上下去，应该不会断。如果有建立的信心的话，那应该我相信你们花1-2年的时间，从零开始学的人呢，可能2年里面呢，应该学读，那讲的话，应该有个环境，对不对？在台湾是因为没有环境，所以对于讲话的部分呢，是不是学过藏文的人也不是很流畅，所以这个一定要有个环境，但是也不能概括，有的是也是在台湾也没有出过国，也讲得很好，藏文是像我们法光的叶老师，他也没有出过，他的藏文是在台湾学的，然后现在他也在教藏文，那他的藏文也是蛮流利的所以那至于你们来学藏文的目标，我也不晓得，但是我相信大部分都是想要提升自己的对佛学的这个知识，因为藏文一般现代的那个平常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用的是它的用的几率比较少那个环境以及社会的这个社会上面就是非常几率很少，那所以在这里来上课的人，大部分都是我相信一定都是因为想学佛才学藏文，甚至有的呢也是可以说是因为也要加强不同的语言，对这个语言有兴趣，不一定是学藏文，不一定是学佛法，学一个语言不一定是要学什么宗教什么之类的。当然了，你学到这样的一个不同的语言的时候，你得到的知识也是更广泛。像经典，任何一个经典里面，你读中文的时候，解答不出的地方，如果你懂得另外一个语言的时候，从那个语言里面就会得知那些含义，尤其是藏文。那藏文是应该可以说是1300多年之前，就是松赞干布的那个时代，是天门三部长是那个时候造字的。那当时之前有没有藏文？有的人说是原本是有，有的人说是没有，都是那个时候是造的。反正
还是有没有，就我们不用去再进一步去推。总而言之呢，就是现在我们要学的这个藏文呢，就是松赞干布以前7世纪的时候派一个大臣，就是提木桑布长，他去印度来学的，来造这些字。那也有人会说，藏文是针对那个国王派大臣去造这个字的主要的原因是，主要是翻译经典，才要创在那个藏文的字母针对易经，所以通常是藏文的这个大藏经的翻译的部分是，比起其他的语言的话，它的精准度是比较大。这个是我不是说我是藏人，所以就夸这个藏文，你们有经验的人就会知道，就是看大藏经典的过程当中，可以比对梵文跟巴利，所以大藏经典的大部分都是用梵文所翻译过来的，因为7世纪之后的版本大部分都是那个梵文，那之前是巴利部分。那我们大藏经里，西藏大藏经里面的大部分都是从梵文翻过来的，那有些也是用中文翻到藏文的，所以这里面的精准度来看的藏文是非常一个可靠性，因为有原文的可以比对嘛，才会知道是它的翻译的精准度是多大。早期在印度的西藏大学，他们有几位梵文非常好的一个法师，他们那一次有一个藏经典是它原文是梵文，但是那个梵文是已经完全找不到它的原本，但是藏文有保留了这个经典的内容，所以他们就还原，把那个藏文里面把那个藏文的经典翻成梵文之后呢，他据说是找到了原文的那个梵文本，所以比对的时候，他翻译的那个翻成梵文，从藏文翻成藏文的时候，几乎都他们所找到的那个原文是一致的。所以以这个说明什么呢？就是当初藏人这个译者们从梵文译经的准确度是非常高的。这一点我在大致上是跟你们就说一声那个，至于这个简单的这个藏文的这个它的历史背景呢，但是我呢是在法光是有在教藏文，大家有一些认识我在法光教藏文，但是我在法光教的大部分都是因为法光有进阶、初级中级有几种班，但我是大部分都在教那个进阶。那这次呢，我到这里来是第一次在教那个初级，刚开始我也不晓得怎么去教那个初级的，因为我也从前没有教过那个初级的藏文。但是呢，我觉得毕竟是自己的母语嘛，所以虽然不会有很多这个教的过程当中，就是有很多一方面来讲是我觉得是可以，就是那些笔画以及它的什么各种教语文的过程当中，现代的教法方式是有很多是一个逻辑方式，一种解说很多。那但是我个人是不太会这么去教，我是应该是用原始的教法来跟你们说。那发音部分是应该没问题嘛？那我本身是藏人，那藏区呢，大致上是发音是可以分3个，那大家都应该知道，一个是康区的一个是安都的音，然后另一个是拉萨的音，3种音。那我的口音是拉萨的口音，因为我本身是出生在拉萨，但是呢，有时候是会有我的口音也变了，因为我从拉萨到印度嘛，到印度之后
也待了20多年，所以3到4里面呢，就安都的就是康区的全部都混杂在一起，所以发音也是慢慢有转变，但是也不是很大，因为我个人不知道发音有转变，但是有一次从拉萨的亲戚过来的时候，他们跟我讲话的时候，他们说有的那个发音有点怪怪的，但是我个人是完全没有发觉，因为在这个融入在3到4的生活里面呢，就是大家都是各区的人都在一起。当然，这有什么好处呢？早期我在就是安都音我也听不懂，康区比较好，安都音很多都是非常硬，就是听不懂，甚至在安都地区的人到拉萨来的话，一定要翻译。他本人是藏人，但是他讲的我们拉萨人听不懂，拉萨人讲的他听不懂。虽然大家都讲的是藏语，有这样一个过程，但是慢慢听之后就会熟悉了，所以也会多多少少会他们在讲什么都会听得懂。这也是一种你们往后学藏文的过程当中，那对发音的部分呢，先建立一个区域的音为主。像如果是在这里学藏文的同学呢，那你们就用拉萨音为主。那以这个你刚开始学的时候不会混杂，那会觉得谁的发音对和谁的发音错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嘛？那所以你要先刚开始建立你的语言的发音的时候，你就用。现在我们是从这里开始，从零开始学的话，那以拉萨音为主。那慢慢，你们在学的过程当中也听到其他藏人讲，那个时候你就会发音就分辨得出这是哪个区域的口音啊。所以现在你们不用管什么口音，就是我在发什么，你就跟着用我们从小孩一样，就小孩子就学语言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在教什么他的各种的什么方式什么，就是按照对照大人在讲什么，他是以这样去学过来的，就是自然而然有养成这样的语调嘛。所以你们也是我在发什么样的声音发音的，你们就按照这样去发出来。应该不会有什么错，那就这些。那个文字的部分我们是这门课本里面用的，那就是因为藏文有文字有好几种嘛，有头的、没头的，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乌金、乌密。那课文用的是乌金，因为大藏经典都是乌金嘛。那那个字形，乌密是往后再可以学。那我个人是从小学的就是乌密，所以乌金我也是没有学过，所以我在这边学乌金的时候，搞不好写字的时候比你们还丑，所以请你们不要见笑。那个乌金呢，就是摇头尾的那个字那个字是我们是。写的时候都是在拉萨从小写的时候都是没头尾的这个字乌密，那乌金是看得懂，然后是书面上的都是乌金，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从小就乌金不用刻意学，就是可以看得懂，然后是写的时候用乌密，就是没头尾的，就是没有头的那个字来去写。所以之后就两个都可以看得懂，也两个都可以写，但是我因为没有刻意去花时间写这样像类似藏文的书法之类的，如果是能够刻意花时间去学藏文的书法的话，那写字写得很漂亮。所以我在写的过程当中也是会写的字不是很漂亮，所以不要见笑。好，那我应该没有漏掉，那如果有漏掉的话，我们在上课过程当中陆续再说了。那
那你们就一个礼拜只有一堂课，所以尽量在这里课堂里面学完之后呢，回去一定要花一定时间来去复习，这样才会进步嘛。那光这个课堂上面花了这个时间，大部分都我在讲，所以没有什么就是对你的进步，对这个藏文方面呢，你只是在课堂上面的话，那进步很慢。所以回去之后，你也最少花1-2个小时时间来去怎么去发音，它的怎么写法，这个一定要，但应该大家都知道嘛，那就是都是过来学，也许很多人都是语言不只是一个，会讲好几个，所以这个学语言的部分呢，我不用讲，大家都会知道。然后应该是有时候会要讲就忘记要讲什么去，好，那我想起的时候跟你们说。那我们就开始要教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按照这个文殊菩萨的礼赞文，通常文殊菩萨礼赞文是文殊菩萨代表是智慧嘛，所以希望我们透过文殊菩萨的加持，能够把这个语言藏文学好。所以我们就上课之前就先念诵这个文殊菩萨的礼赞文，可以吗？好，文殊菩萨，礼敬上师于故诸于至尊法之下嘛，谓之妙慧离二障云：如日清净极明朗，尽所有欲如是讲。手持经卷于心间，任水堕落轮回，五明暗复苦，灵命众生欲如子，具足60妙音中。如大雷远心烦恼梦，解开业力治恶，为除无明断诸苦，高举智慧妙识，本来清净究竟实地，功德圆满最胜佛子，百一十爱相好庄严，处于顶礼妙智。嗡阿拉巴扎那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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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念3次啊！嗡阿拉巴扎那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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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阿拉巴扎那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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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巨大悲尊以智慧光明，尽除我心于此诸黑暗。父亲降赐智慧辩才明，令我通达佛语正论义。那么这几次用中文嘛，往后我们学的那个藏文学，那我们用藏文来去念啊。好，那首先我们从藏文是30个字母来去开始学嘛。那藏文主要是30个。辅音，那4个元音，其实藏文是跟差不多英文的方式一样，你把那个30个字母学好了，认得清楚，然后4个元音，这个最起码掌握的话，那大部分都是说什么前加字5个，后加字10个。这一方面都是30个字母里面取出来的，所以没有什么别的。你要30个字母是认清的话，30个字母认清，那你藏文的大致上是可以掌握住，就是有点像日文的一样。那日文有50个字母，对不对？那发音的方面也差不多，甚至对这个用法上面，日文大部分都是在文字那个动词在后面嘛，那藏文也是都是动词在后面，
讲话的过程当中，所以学过日文的人，那比学藏文的话，那是比较简单了，它的方式那个是差不多一样啊。好，那我们今天用从第一个开始来讲，那有人把那个藏文30个字母用自己身体来去表达嘛，所以说用身体可以表达30个字母，所以像你们从没有学过的人，就从这样去记下来也是可以的。那它的形状，好，那第一个字母呢，我们的发音是这里面说嘎，对不对？嘎嘎啊。大致上这里写法也这里有已经我们秀出来的就是用这个方式来，它是一个先嘎写的时候先一个头，然后从这边第二个是第三个，然后第4个就形成了这个第一个字母嘎啊啊，也可以说是嘎嘎嘎啊嘎。哦，这个一点吗？那这个一点呢，就是通常是你顺序的来去学的之后呢，那个一点是要写的，因为藏文的它区分的时候，那个点来去看，就是两个字不同，两个字，比如说分段，也可以讲分段嘛，分段它是代表一个分段。那个叫藏文是叫藏文的，我们会讲 tik 通，它的名字叫做 tik 通，但是嗯啊，不是标点符号，它就是间隔，可以说间隔字，每一个字的间隔字，比如你们或者说中文不需要这样嘛？比如说中文是语言语跟言，藏文是怎么区分呢？中间有个点来去辨别，因为它是拼字的方式，所以没有这个点的话，那就是又连接起来了，两个字连接起来，它会念成一个音，所以有一个点，那就它是这两个音不两个音，两个音节，所以也可以这么说了，这个点呢就是代表一个音节，然后在后面就是一个音节一个音节。这样可以吗？这样点这个部分啊，你们现在是注重在可以，这个发音一定要刚开始学的时候呢，发音是非常重要嘛。你刚开始学的时候，那个发音没有掌握住的话，那接下来陆陆续续我们后面写的时候呢，那就是发音不准。所以30个字母的那个发音要准确，准确之后，后来接下来我们要去进一步去学的时候呢，藏文有一个读法是，它是说一个字一个字，刚开始你们要看字的时候，一个字一个字的去拼读，这个时候呢，你的发音慢慢会变准。如果你不去一个一个字拼读的话，那就会发音就不准。即便你会看的时候，其他人有学过的人，他们就念不准，直接去念的时候不准。比方说这个是国马国，国，这个是摩戛纳的国，所以这个本身这个例句了，没有前加字的时候，它就是卡，它是卡嘛，这是卡，所以有前加字的时候，它变成有点像读音，
就嘎，就本身是卡，那有前加字的时候就变成摩嘎，就变成嘎，那摩嘎那个过，所以你一个字念的话，那就发音会准了。摩嘎那罗过，就这样。但这个是我们后续会讲到的。那嗯嗯。上面写下面那个音标写 KA 嘛，课本上那个字写 GA 哪一个才对？对呀，所以课本上面的是 GA， 对不对？这边是 KA， 对不对？所以你们是按照这些英文的拼字来去学习的话，那发音就混乱嘛。你这边课本上面我们用的嘎，这边念了卡，那你要是就看哪一个，所以你们要看我的发音，我用什么发音？以这个是吗？我发音是记得吗？对，嘎，首先念嘎，那个课本里面有那个嘎嘛，这嘎，那个是卡，对不对？念嘎才对，嘎，这所以嘎时候好像没有气音，嘎，有气跟没气的是有一个两种的区分，所以念嘎时候没有气，就你就有没有气，你戴口罩的人就知道嘛，嘎就没有气那接下来第二个就有气音，卡有气吗？对。所以首先要做这个写法，你们我们这个是其实网络上面也有这些，你们可以寻找得到嘛。所以从第一个开始，你先要发音这个是嘎，对不对？嘎，这个记住嘎那也写法，你们就回去也是再用笔来去进一步写嘛。那现在是电脑很方便，可以在电脑上面就可以打字。现在你们如果是大部分初学者的话，你们先不用电脑，用自己手写。那过一段时间，那写电脑的时候，我也可以叫一些进阶的同学来帮你们。如果不会输入的那个打字的藏文的部分呢，我可以找进阶的同学来帮你们怎么去电脑里面打这个藏文的字。那如果已经会的人就不用了嘛。那如果这边来学的大部分都初学者，也不会那个电脑上面也不会打字的话，那我会请那些进阶的同学来帮你们在电脑里面怎么去输入打这个藏文字但是你们先不要用电脑打，你们一定要用手写。好，那第一个字是现在发音可以了吗？嘎如果是这个音记不住的，你看那个记那个人就这样端着的那个人，这个嘎的形状是那样。那你们这里面就不用讲那么多。现在因为你们很多都是初学者，就混乱，就是这个地方我就不用跟他们介绍，因为每个字它是要拼读，怎么样初学者的话，那这些都没有学过，所以就不用太多去花这个上面。那慢慢就会知道这个怎么读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再进一步去了解。好，第一个字是嘎，可以了吗？嘎好，那第二个就是才说卡就是一般来讲的，我们是嘴口，就是卡，藏文里面的就是我们的口嘛，这是卡这个时候就已经有气音嘛，卡有没有？卡所以刚刚讲有个点，所以第二个字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它这边的写法也是先头，然后大致上这个是有点弯曲来是这样去数，然后第三个是里面的那个先，然后用这个弯一点，再来
也是5个笔画吗？1、2、3、4、5，5个笔画。所以嘎嘎卡嘎卡嘎卡对，发音这样出来就有点有区别。那这个记不起也是卡，我们等到那卡，就是我们的嘴，就是大多呢，就是我们的嘴藏文写的时候就是这个卡，你要写就是这个字母，就是我们的手的那个嘴，所以嘎卡这30个字母它是排列是4个来去说明嘛，4个来说明，所以总共4个排的7个，然后最后面第8个里面只有2个，属于30这样去排，所以这个遗嘱4个遗嘱的话，那这个第2个，那第三个呢就是怎么念？卡，那这里又念了嘎嘛，对不对？按照那个英文的念的话是嘎，那嘎的话，那就它的音就是变成读音了。那读音的话，一定有前加字，后置是有上面的上加字，才会变成那个嘎的音。因为它也没有前加字，也没有上加字，所以它的单纯的那个音式就是卡嘎卡卡卡，所以你们的如果是1声、2声、3声、4声来讲的话，那你们是几声呢？这个是吗？卡嘎卡卡卡，对，就是这个呢，反过来的话就是变成了卡嘛，头尾，然后这是卡，就是反过来的话就是这2个是其实是倒过来就一样了，写法。嘎卡卡，好，第4个字是这个发音是你们华人是很难发音出，你们都会念那个第8个字的那个牙根发音比较强，这个是那个鼻音嘛，就是你们的有没有鼻音，就是对，是自己，对本身我们说自己的时候就是讲不要念不要念对，的话就是声音又变了对，对对，所以也是这个不要长的话又另外那个它跟混在一起，所以就是好，所以我们嘎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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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卡
啊，对，不错，你们声音发的还算蛮正的。这个发还是鼻子？你说啊？应该是大部分会生长鼻音嘛，这个有鼻音，有其实这个喉咙里面有发出来的一个啊，哦，对，从对对，这个是很重要的，大家都是自我很中心嘛，那个是自己，所以对，那会有讲啷，就是自己嘛，也是啷啷，好，这个是后面这个是就加给你们，反正是啷都是讲自己，所以可以了吗？这个发音你们都确定啊？但是也许有这大部分也许会有完全没有学过的人举手一下，让我们完全没有学过的。就是没关系，完全没有学过的举手就可以，一点点就不用举手。好，所以呢，就学过的人就忍耐一下，我们从那个字母开始教，慢慢来。那你们学过的人，在这里呢，就是尽量这个纠正那个发音，一定很重新那个发音。那个发音是非常重要。那接下来慢慢讲的时候呢，从基础没有抓好的话，那就像学中文的人，西藏人有些是四川的，住在四川那边的康区啊、青海那边的，他们的发音刚开始虽然没有，但是四川口音嘛，有一点会的人到台湾来学的，他怎么纠正也纠不正，就是没办法去纠正，因为这已经有那个口音了。但是完全没有学过的人到台湾来学中文的时候，他学过之后呢，他的发音非常准。所以这个是最开始的那个建立的那个发音是很重要嘛，对的。好，我们再念一次啊，嘎、卡、卡、啊、嘎、卡、啊、嘎、卡、卡、啊、嘎、卡、卡、啊。好，可以啊，可以，好。那这个第四组，一个第一组的有4个字嘛，对不对？嘎嘎。好，那第二组了，这是驾怎么念的？你们？驾，对对。对，你们是骑马的时候会这样吧？我们藏文也会这么讲啊，对对，又求驾，对，你这个发音记下来就可以，那个驾啊，那个写法也是按照这边你们就是先这个头，然后用这个是不是？那接下来这个有时候是有些是写法不一样，要有好几种的。那你们不要说这里这么写，那边这么写去，好像是不对，就是有各种的，有些字是有各种的写法。那应该他是用这么标的。那我的字不是很好看，就是很丑。不是驾啊，是第二个呢？那你看 CK 恰那个发音就不一样，所以你们就刚开始学的时候不要用那个英文的那个拼字来去读的话，那就是发音就不准嘛。好，驾
驾，好，好，第二个字，这个念是恰，恰，恰，啊，恰，一般的恰就是双的意思，藏文来讲的双，单跟双吗？所以那个恰就是双的，恰，啊，有两个都会讲恰，对，有两个我们的手套两个也好，是叫鞋子两个就是恰，恰，恰，架，恰，恰，啊。两个圈圈是先也是这个头，然后这个这样，然后第二个圈恰，架，恰，架，恰，这里有念有念，比如说架恰，架恰，架恰，有些刚开始学单字的时候的发音，跟后来带到来连读这些音的时候，会有一点变化。这个是我们后来就慢慢来就会得知的。现在我们就用单字的时候念法了，架、恰、架、架、恰、恰，啊。恰，中文有这样同样的发音吗？恰，恰恰，恰恰好，那个恰恰恰好那个恰，是吧？恰，好，那个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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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第三个，恰，恰。茶，就是喝茶的那个茶，就是这个字，这个就是这个字，对，这就是茶，对，茶，写法是，然后中间的茶，茶。架，恰，恰，架，恰，恰，架，恰，恰，恰，喝的，这样会不会快？还好嘛，因为其实学过的人就觉得很慢这样，但是没学过的人初学者呢，像这个是，因为学一个新的语言的时候也是要慢慢来去掌握嘛。那个发音掌握有时候就是没办法马上记住很多字啊。这个喝茶的那个茶记住了吗？茶，老师，那个刚刚听到有人问说，他的意思是茶，对不对？茶叶的茶，但是念的时候不是茶，念的时候是卡，是这样吗？茶，念的时候不是茶，是卡，对吧？对，茶是中文嘛？对嘛，茶是中文。对，念的时候不是。念的时候是卡。对。我帮同学问的，谢谢。好。对，没错，念的时候是茶，我的说它的意思呢，那就是茶，中文的意思是茶，对，那有这样的疑惑的话，马上问不要不好意思，就是反正大家都是来学的，所以有什么疑惑直接问，那在课堂上面马上就会解决嘛，恰，好，那第二组的最后那个是娘，这个你们发音可以吗？娘，就是鱼，我们吃鱼的那个鱼就是这个娘，藏文写这个话就是这个娘，
呀，对，也是先一个头，然后嗯呀呀呀呀，不是年啊，是呀呀，对，架恰恰呀架恰恰呀架恰恰呀嘎卡卡啊架恰恰呀，哦，你们念一下，你们这是几个念？嗯，哦，哦，不是哦，不是，最就是第一组里面那个第四个啊，跟第二组里面的那个呀，发音会有没有应该会混淆？嗯，不会吗？还可以吗？对不对？一个是一个是啊，这是呀。哦，你还有舌头有动到上面吗？对对，你呀，对，那啊都没有动到那个是啊啊，对，那这个呢是有舌头动到上面，你呀你呀，所以我们动到一般小孩子嘎卡卡啊啊啊cha呀，是小孩子会学的时候会用这个来去，是对。8个字母嘛，啊，哦，通常这个地方不用写那个点了，那有的时候这个是讲谢，会用这样一个方式来写，那这个是叫谢，也是一个结束的时候就会一句结，从这边到这边一个组嘛，一组，那可以写这样一个谢，这个叫做谢。通常这个牙的写牙的一定要有个点，因为呢，你不写点的话，有时候是会这个混在一起啊。像这种牙就不用写点，你就不用写点，你这直接这样写，就不啊。对，这遇到这个啊的时候呢，一定要写点，因为他会不写点的话，有时候是他距离很近的话，就会觉得是会。对对对对对对对。你说这个吗？不是，我说只有这个啊这个字，啊这个后面要遇到斜这个横线的斜线的时候呢，那一定要有加一个点。这个今后你们就看经典的时候就知道，经典里面写的这些时候呢，你遇到最后那个字有谢的时候，那就有这个点。所以牙字那个是因为它没有那个，就是空档的出来这样，它就不要。不用点，不只是牙，这个恰恰恰都不用写点，而且嘎卡卡也不用。那这是啊的时候呢，它是在后面的时候，它遇到写这个的一个句子完的时候，藏文是一般是一个句子完的，一个句子一完整的句子结束了，它会写下这样一个叫。比较特殊，是不是？他在最后一个字的时候，他就要写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好，那就第4个，刚刚您可以念一下吗？嗯，卡卡卡牙恰恰卡牙您可以吗？嗯，嘎帕卡牙恰恰查牙嗯，后面的可以念吗？娘，不要念娘，对，娘。好，八个嘛，然后接下来是第3组，大，你们就可以念大，大，它的写法是这样吗？歪，大，后面会解到这个字呢，也有2个繁体的，反过来写的就变成一个又不同的音的，就是讲后面会取到一些藏文里面这个大反过来的那个字是比较少用得到，但是写梵文的时候就会用。梵文里面，因为本身好像有梵文也是总共是50个50吗？好像是有字母，就像印度的那印度语的那个字母也是50个，将近50。那个里面呢，就是有这个大。通常你们有看咒语的时候呢，就有这一个，它又反过来的那个字。先记住这个大，这虽然不是这个有前加字才有上加字才会说明，所谓的大就是跟这个藏文里的发音是属于讲什么呢？就是马，我们是骑马的那个马，那个马的发音藏文里面就是大，但这个不是这个字，还有个上加字，那个你们往后会学到，就先上面有个这样一个字，这个才是马。但是我们现在学的是只有单一的那个基字，单一的基字是大，但是发音是完全一样的，跟麻的我们讲麻，中文里面所讲的那个麻，这就是藏文会讲大，大。好，大后面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写法也是大部分都是用头嘛，然后是这样，大，有点像你们的他那个，但是不是他，他的话是比较拉长一点的音嘛，对吧？但是他，大，
大他大他，好，它后面是什么？啊，他好。这个啊差不多，但是它长一点，所以就是变成了他大他大他大大大啊。然后它后面是那就是就是通常我们是藏文里面的病，生命的时候呢病嘛，因为中文里面的病嘛，那个是那对不是那。然后是这样，大他大他嘎卡架恰恰娘大他嘎恰恰娘大是有这样去是拉长一点的，就是这样去念，小孩子会这样去念。好，那我们先休息10分钟吧。啊。我想问一下哈，刚刚你讲什么？那个叫做什么乌金乌密是什么意思啊？有头跟没头。什么叫有头？有头这个，比方说这个干嘛，对不对？那 Recording 我们是 stopped. 乌密呢？乌密是一般是会这样去想啊，乌密会这样说，嘎卡哦。乌密我们这是无忌嘛？那 Recording in progress. 嘎卡卡，那就不一样了。就你看这个是乌密的啊，后面是有点无头字，无头字。有点像简体字，但是也通常是翻译是有头字跟无头字嘛。那后面那个是无头字啊，像这种写法是无头字。整个是无头字哦。对，30个字母就有无头字的。是哦。对。对。啊，你们不用，你们先把那个有头字的部分要写好，那往后慢慢就无头字的，不然会混淆。就刚把那个混乱。
好，那我们要继续。搞不好今天345度上。啊，对，其实有些人会把30个字母会分好几段来去教嘛，对不对？反正我们没关系，就是再可以多次复习嘛。那可以只教几个，那你们回去复习的也不多，所以好，我们刚刚就想到这个拿啊，拿拿拿拿拿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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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病的意思，拿擦拿擦拿擦啊，擦就是我们后面会学到这个词，30个字母里面有个叫擦，所以叫拿擦就是病的意思啊，病生病的病生病的病啊拿擦拿擦，好，后面我们会写到那个擦的时候就知道那个是哪，所以拿擦就是名词，对。好，那第3组的，那现在是第4组了。第4组，好，首先第一个是爸啊，你们应该是爸爸的爸对不对？爸对爸。先有一段的成爸，叫他念的时候，爸，就是直接有发音，就是比较拉长的时候就是爸，那你就直接念了爸，好，爸爸的那个爸有点像吗？有吗？爸，对不对？把拉一拉的爸，哦，爸，好，爸，它就是只有三个，应该是这里讲是4个嘛？对，4个笔画，4个笔画。第2组那个是，接下来那个是，对，啪，就是藏文里面讲的是爸爸的意思。对，藏文的爸爸就是啪，如果是再加上的阿帕，也会讲阿帕，那就是单一讲就是啪，叫父亲的意思。这个啪，通常藏文会解释说他是我的父亲的时候，是就会讲到这空言啪的，啪，也可以讲父亲，是不是？对，就是父亲的意思啊，啪。不是，也可以讲爸爸，父亲嘛，讲爸爸。阿爸。又要加一个啊，是不是？对。讲爸爸要讲加啊。不用，你啪就可以了。啪就是指的是就是父亲的意思，对，啪。称呼的时候有很多，那个阿帕是一个当地的一个，就是应该
康区的那边会讲爸爸是阿帕，阿帕阿妈啊，对对，是吧？前面的啊是爸爸吗？会叫爸爸，爸爸。不会爸爸吗？我们如果是讲爸爸，爸爸，爸爸啊，拉萨人会讲第一个字我们学过那个爸爸啊哦爸爸。老师，您称呼您对着你的爸爸就会叫爸爸。我们对着我们父亲的话，就会有点会敬语来，会加来。因为这拉萨有很多敬语嘛，所以不会有很多地方都不会讲直接。但是你小时候不，小孩都会讲爸爸，就是爸爸，阿妈，爸爸。康区的人阿帕嘛，阿帕对不对？然后拉萨这边的口语上面会讲爸爸，爸爸，对，爸爸，爸爸所以就变成了也父亲。那单一讲怕也是父亲，怕爸是那个爸是不是？对啊，这个爸爸。那你刚刚讲说阿胖那个阿怎么写？阿胖。这个后面会有最后那个最后那个字就是啊那个啊，这时候对不对阿红那个那个不是有个啊字吗？就是那个啊，我们这最后那个字是最后那个啊。对，反正先你们要注意这些字的发音啊，先写到了爸嘛，然后就是怕也是切这样写，然后这个切，然后这边怕爸那第三个爬通常有爬住牛的意思，但是我们藏文会讲爬住爬住牛爬住牦牛就是亚嘛牛就是爬住好，先把那个字爬，那这个发音有两种音，当时我们现在是讲那个爬嘛，那它混在这个有些是它有前加字的时候又变成了哇，对，这个地方这个发音有会念成哇。有时是爬，但是你看前后文来去，现在我们先了解它是爬，是爸爬，它是它是连接过去的嘛？那爬着就已经连起来了嘛，爬就没有连，那爬就是有连。我那个爬写的很爬爸爬爸爬第四个就是妈，母亲
就是藏文里面的母亲，妈妈就是个妈，妈，要前面加一个啊的话，啊妈妈，所以妈妈妈妈的意思，怕就是父亲嘛，妈是母亲，那如果叫妈妈的时候，要不要加一个像阿帕的阿嬷？可以啊，要加的，可以啊，加一个阿阿妈阿阿嬷帕就是妈这样子。阿爸阿妈爸怕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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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大塔塔拿大塔塔拿恰恰恰呀恰恰恰呀我听到你娘娘娘娘恰恰恰呀嘎卡卡啊嘎卡卡啊恰恰恰呀恰恰恰呀大塔塔拿大塔塔拿爸怕爬妈爸怕爬妈爸怕爬妈嘎卡卡啊恰恰恰呀大塔塔拿爸怕爬妈爸怕爬妈大塔塔拿大塔塔拿恰恰恰呀恰恰恰呀嘎卡卡啊嘎卡卡啊嘎卡卡啊所以我刚刚听到你们就是念啊的时候，你们会念有些人念啊，不是啊，就是念呀的时候，就是不是念呀呀呀呀这两个发音会混淆，是那个念这样子。呀，对呀，就是我们吃的那个鱼呀啊这样对吗？呀对呀呀这个是一个是呀一个是自己嘛跟那个很像，对，你要念，不要念要念呀，对，娘是就是台湾人念的时候就会念娘，对啊，我们直接要念娘，
呀，嗯，呀，啊，音调往上，呀，对，可以往上，对，呀，呀，对，不是呀，不是三声，你们好像呀的话有点三声嘛，呀，哇，不是三声，呀，呀，对，呀，呀，啊，对，你会呀，啊。你们也可以从这边再念一下。这样就不错，声音啊。但是课堂上面是这样，那回去也要练习嘛。这个字刚开始课堂上面念起来的时候所以会念，但是要回去然后每一个字单词出来的时候马上就会念，这个一定要学好的。我们有时候我们刚开始学英文的时候 ，ABC 顺着会念嘛，单一取出来的时候就认不出它是什么，所以你们要练习，单一取出来的时候是那个字什么认得出啊。这个是吗？好，那个我们就再来，你们会多吗？啊。老师，那个去哪里可以买到那个笔画的顺序的练习的？网络有。对。对，你们有群组嘛？所以会。你们要加群组吗？我们有那个。我们这个班的群组的那个班长有设定，我们的班长是在那边在搞那个中弄的，对，搞电脑。你们这边班的班长是，喂，年轻的那个，所以这群组里面就有些资料啊，那我们会发在群组里面嘛。有些学过的，就你们说，因为藏文学的，你们刚开始学的时候呢，用这个线来做的话，练习的话比较标准。写字有这个。你教的这个也会在网站点，也可以重新听，是不是？你今天教的这个。今天教的那网上可以重新听吗？啊，可以，他们说可以，对。那其实这个字是炸嘛，炸，这个字就跟刚刚我们学到的这个一样，其实在前面一个加一个这样一个而已，对不对？加一个尾巴的话，就是变成了炸。这里面还有高炸那个炸，什么炸？炸。但我的写字写的不标准呢，那个。它是用这个，然后是这样直接拉过去的，炸。所以跟炸一个前面耳朵加一个耳朵就是字就认清了啊，炸
啊。那后面的第二个是又跟这个一样，耳朵加一个耳朵就可以了，你认字比较方便了。那个是第二个是叉叉叉叉叉，炸叉炸叉，叉，那直接念就叉叉。叉叉炸叉炸叉炸叉。好，第三个那个字也是跟那个前面那个掐嘛，对不对？前面那个是这个是掐，是不是掐上面也是加一个这样一个耳朵的话，就变成了什么呢？扎炸叉炸啊，炸叉，你们念是茶吗？根据课本认错啊？茶，你们念的是茶吗？炸叉炸。现在是茶，你现在是炸叉，你这是茶吗？不是，是说课标的是茶，不能看课本，不能看这个，要听老师的，因为他课本有些音是错的。好啊。就是有时候是那个发音那个英文来去拼的时候，是不是很准确性的啊？不会，像你们对上去就比较好，就是这个地方去怎么说，就是可以这样一个厘清嘛，厘清怎么去念，对，这个是大叉，你们念的是茶吗？大叉茶，大叉茶，炸叉茶哇，我们念炸叉炸哇，我的发音里面就会有这炸叉炸哇，炸啊。不是拉，炸，炸，炸，是念拉还是炸，像我的名字叫丹真嘛，真，所以不会念才有真呐，按照你们的那个发音的话，就才有真呐，真嘛，单真。但我是单真，单真，才有真呐，真，单真，你知道？单真，法王的名字不是说丹真假座吗？丹真假座，不是单纯。你们那个刚刚念的是茶马，是杂，单真假座，真啊。对，我们画面是刚刚那个是叉嘛，这个叉也是中文里面那个吃盐巴，藏文是叉，盐巴可以念叉，就是有没有盐巴的时候就是这个菜油的呗，藏文是啊。第二个那个叉就是盐巴。对，第二个那个叉就盐巴。对，这个是我们同道藏文里面是盐巴的那个音，就是这个叉啊，叉五是叉啊。
就是发音是一样。我们藏文里面所讲的那个盐巴的时候呢，就是发音是完全这个盐巴，藏文里面的讲盐巴的时候就是这个发音差。那这个后面又加一个，这个你们还没有学过，会有又是一个五苏，藏文讲五苏，但是我们后面会学到这个五苏，它都会加一个耳苏。那个耳苏加了之后，才真正变成了所谓的盐巴的那个，但是那是发音是一样，这音子差。单字的话，它就可以代表盐巴，单字不是，音同字，这后面又加有一个尾巴啊，一样是盐巴的。对，所以如果加那个尾巴的话，才算真正的盐巴的字拼对了啊。但是现在是声音是一样啊，我们会盐巴的那个呢，就是我们会讲差啊，好，扎这个也学过扎，扎叉扎啊，扎，你这个扎这边拼的比较准吧？你看，对，对吧？这是卷舌吗？你看，就是这件事情的时候，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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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 za 扎啊，扎。中文的话跟这个相到扎，砸东西的那个砸，就是又砸东西的砸嘛，这是砸，就是砸，发音有点像是砸东西的那个砸，但你们现在记不起的话，就是你砸东西的那个砸跟相似嘛，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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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后面那个字，那就是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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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木，瓦木，瓦木，妈我没学，我还没，这个是妈妈，那这下面有一个上加字，就是有一个纳肉，那个就变成木，瓦木，瓦木。瓦木就是狐狸的意思，藏文里面是狐狸，瓦木狐狸，狐狸是就基本的瓦也可以讲狐狸的那个一个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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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就是扎叉扎。哇嘛，扎扎扎哇，扎叉扎哇，扎叉扎哇，扎叉扎哇，大帕帕玛，大塔塔那。恰恰恰呀，恰恰恰呀，嘎卡卡啊，嘎卡卡啊，恰恰恰呀，恰恰恰呀，大塔塔那。大塔塔那，大帕帕玛，大帕帕玛，扎叉扎瓦，扎叉扎瓦，扎叉扎瓦，
爸怕爬吗？爸怕爬吗？大塔塔呢？大塔塔呢？恰恰恰呢？恰恰恰呢？嘎卡卡呢？嘎卡卡呢？嗯，那么就请问那个娃是连着的也可以，跟你一样分开也可以，是不是？你先写拿，下面写爬。哦，因为那个是电脑里面是写的嘛，对，那真正要写是不是真正就是这么去写，哦，对我这边没有把把它连没有粘在一起，对，因为如果是要了解的话，因为你们要知道前面那个是拉，后面那个是爬，加起来就变成了哇把两个一连在一起。啊，一个是拉嘛，前面那个是拉，下面那个是爬，那就是这个是哇合起来，哇啊。就知道是两个加在一起。拉这个没有学过，现在还没到这个字母，所以你们就不知道这个是拉，这个字是拉啊，因为在那边就看不出那个拉词，对不对？好，后面会遇到这个词，炸叉炸我嘛，炸炸炸我，然后接下来是虾虾虾虾虾，虽然不是这音是一样，小木我们会讲小木，也有小木小偶数有这个后面有偶数，但是我们讲藏文的小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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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帽子的意思，小木小帽的意思，帽子小木，这个发音是一样的啊。先我要跟你们，因为想要尽量让你们记住比较那个侠侠，其实它是这个里面是一个有点拉嘛。啊？小木跟瓦木是同一个木吗？模吗？模一样。小木的模式也是跟瓦木的模式一样的。模式。哦，对，后面那个字是一样，狐狸那个摸，瓦木，小摸，那个，但是还没有学到这个拼字的部分嘛，你们先对，那经常虾，但是我的写法是不是很正确啊？你们要看这边的写法，你们往后可以拿一个本子，刚刚同学会分享给你们嘛，你要按照他这边的写法来去写，那比较标准啊。练习的过程当中，他就每一个字都一笔画都会有写到，这是虾虾，然后虾后面是什么呢？杀，就意思吃的意思，杀杀。你们叫别人是拿东西就杀，就知道是你，其他都不知道。你手上拿一个东西杀，就知道是叫他吃的意思，杀。
沙沙下沙下沙下沙，好，然后是第三个是什么呢？啊啊啊啊啊！为什么霞要拉的特别长？嗯，为什么霞要特别的长音这样？霞霞霞，我们也念霞。有啊，我也念霞。你像这种念法是，你要拉长一点的话，也可以再去拉下撒啊呀，对不对？那直接你要的下撒啊呀啊，你要发音拉长跟发音拉短是都可以，对，但是你要发的要正确啊啊下撒啊。所以就下撒啊啊啊啊，对啊，下撒啊撒啊，那第四个是什么呢？呀，不是呀呀，就是单的意思。我们刚刚前面讲到有个恰嘛，恰是双，那呀是单，嗯。你是这个啊吗？我不是，它没有单一的一个意思这是一个音，它不能代表，应该不能说代表其他跟一样说单啊双这样的一个，它是单一讲啊的话是意思没有表达出什么意思，阿爸那个那是我们不刚刚讲到是那个奥玛尼巴面后那个阿妈，不是有个奥吗？奥的那个机字那个就是那个阿爸的最后一个字，30个字母里面的最后一个字就是啊，对，下撒呀，到后面就第四个是呀下撒呀下撒呀，对呀，所以它不能念牙，知道吗？你要念呀呀。下撒，但是你有拉长发音的时候，你们下撒呀，下撒呀，下撒呀，不是下撒呀，炸叉早哇。炸叉早哇，大塔塔那，巴帕帕嘛，巴帕帕嘛，恰恰恰呀，恰恰恰呀，嘎卡卡啊，
嘎卡卡啊，恰恰恰呀，恰恰恰呀，大塔塔呢，大塔塔呢，爸爸爬吗？爸爸爬吗？炸叉早啊，炸叉早啊，下沙啊呀，下沙啊呀，炸叉早啊，爸爸爬吗？大塔塔呢？大恰呀，嘎卡卡啊，嘎卡卡啊，恰恰恰呀，大塔塔呢？大塔塔呢？爸爸爬吗？爸爸爬吗？炸叉早啊，炸叉早啊，下沙啊呀，下沙啊呀，然后是今天应该可以，你们教30个字母，你们回去之后呢就练习。有的时候30字母会好几个课堂都会教，我把30字母全部今天，然后教完，那你们就回去就练习嘛，啊，那慢慢，反正每一个课堂里面都会遇到这些词，所以就会过久了就会熟悉一下啊。不要我们就看你们的用功嘛，你们这个上面要花多少时间啊？但是也不要就是很轻松的学习，你们到这里就把全部的压力放下，就是到这里是这个很轻松的来学，不要完全不要有压力，能学多少就都学多少，就当做你们的舒缓压力的一个环境。上幼稚园啊，来上幼稚园。对，好，这呀啦了，小撒阿呀嘛，那后面呢是ra，对ra，啊，你有这个它吗？有卷舌。ra，哎，我看到你们听到拉，不是拉，是ra，对ra，对，要有一点字的音，但是又要有一点儿的音。有顶要把那个舌头顶到到上面，ra，对。中文音配热乎，热热嘛，你们热乎了那个热是吧？啊。再可以注音可以吗？注音就比较清楚通常这个通常我们是山羊嘛，山羊是藏文会叫不是哦，
日，你们会日，对，ra ra ra，舌头会往上就会卷一点的话呢，就应该有发出这个声音，ra ra ra，对，ra ra ra 啊。啊，好，后面你第二个字就会出现那个我们刚刚讲的拉拉拉拉拉拉，其实拉就是山的意思，要拉。藏文里面有个山也会讲拉拉，就是拉拉拉拉拉，就是拉拉拉拉拉拉，可以吗？拉拉，好，那我们把那个30字母要写，拉拉，后面那个是下下下下下，好，他这个是先写了这个，但是通常是不做善业的时候，不能为了求未来的说的，不为了未来的，不是要求什么。下下下，就是我们的肉。中文的那个是肉，就是这个下，藏文里面是下下，肉就是下，肉就是下，这种下下下，所以拉拉下拉拉下啊，拉拉下。第4个是萨萨萨萨萨，萨萨萨，就是地的意思，地水火风的那个地，那就是藏文里面就说这个萨地。哦，拉拉下萨拉拉下萨拉下拉拉下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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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29个哈哈哈哈哈哈，我们就哈哈哈哈哈，就是笑起来的时候就是，对，因为你们那个简讯里面就写哈哈哈，那藏文的话你们就写哈3个吧，哈哈哈，就是这个哈哈。发音有点像嘛。发音像而已，不是意思。笑的哈哈哈。如果哈哈哈的话，你可以用这个加个3个字嘛，哈哈哈哈。对，藏文哈哈哈，中文哈哈哈。也是用这个开4个下，你们让哈哈哈，让你写3个这个字，哈哈就是的啊。
哈哈哈哈哈哈啊，那最后一句了，30个字母连最后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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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难写吗？这边里面就看先中间的，然后对，先笔画是先是这样，它的写法是又是这样，我的通常是我不会这样去写的，其实是这样，然后是这样是这样，这样就是啊哦，那个是又有好几种了，你们看哪个比较方便，那就用这样去啊。所以我刚刚提到，我们平常是这样写，然后用这个的啊哈啊哈啊哈啊，那个啊就是刚开始的啊啊怕，就是用这个啊啊怕爸爸，对不对？啊怕啊妈妈啊妈啊妈啊啊怕，对，所以哈啊哈啊拉拉下撒。拉拉下撒啊，下撒啊呀，下撒啊呀，扎叉扎哇，扎叉扎哇，爸怕爬嘛，爸怕爬嘛，大塔塔呢，大塔塔呢，恰恰恰呀，恰恰恰呀，嘎卡卡啊，嘎卡卡啊，恰恰恰呀，恰恰恰呀，大塔塔呢，大塔塔呢，爸怕爬嘛，爸怕爬嘛。你们念的时候都会有个马爸怕爬嘛，扎叉找我，扎叉找我，下撒啊呀，下撒啊呀，拉拉下撒，拉拉下撒，哈啊，哈啊。30个字母，会不会你们会变成初学者？会不会觉得很就是在我们反正每一堂课都会这样去念嘛，那就熟练出了。你们初学者也是会慢慢会熟练出来。那有的这3个字母已经学完了，那他们就很熟，就他们学完的人不用这，但是。可以发音那个纠正，这个30字母是非常重要的嘛，所以这个30个字母的发音正确的话，那往后你们的那个发音就会很正确。好，那今天时间到了，那你们回去写这个30个字母啊，你们今天的作业写30个字母，写几遍啊？写几遍？你们看你们的时间，但是一定要写这个练习它怎么写，发音，这个是很重要。那
学过的人就补，但因为没有学过的人，刚开始就是一个初学者来讲是。一堂课里面马上把30个字母教完之后，觉得很少，但是不用怕，就是反正每堂课都会出现这些字母嘛，那慢慢来去熟练，老师，那我们今天学了这个，那我可以去念那个大悲咒了吗？我喜欢大悲咒。哦。那你慢慢把这些全部的字怎么拼读的这些会了，才会念大悲咒。但是甚至有些是大悲咒的，像这些是你连有的读会藏文的人是不会念的有些的梵文的那些音呢，就是也是有一些字的，还有后面没有，后面会教这个没有，有。唱的都不一样，有的字就是反过来的写的，这些你们目前还不知道那个些字，我们没有教嘛。怎么30个字母写完之后，马上怎么大悲咒念，那就很强了。好。那个大刹达娃就是我们本来是念大刹茶娃，所以那个不是茶，扎扎。你们就念那中文英文的呢 ，exactly 那个 za， 对吧 ？exactly 那个 za， 那个发音出来就比较顺所以要念 za， 对 za， 对 za， 不是达娃，不是。za， 但你就有时间就嘎卡卡啊，加恰恰呢，大塔塔呢。pa pa pa ma za ca za wa sha sa a ya la la sha sa， 正去记下来嘛。好，那今天我们就上到这里了，谢谢大家。好，